续来看南投民间要到清北坑的一路上，有一间坎丰派出所，是日本时代留落来的历史的建筑，包括木造的结构、参这个报案的柜台，嘛拢甲日本时代是一模一样。坎卡社区甲规划做旅行的景点，要来发展在地观光产业。 伫民生路的坎丰派出所，其实是一间有100年的历史建筑，对日本时期就伫遮为民服务，嘛充满在地居民的回忆。当然是爱保留咯，这你摆讲啥，就这两层树啊，这啊，我就是细汉的时阵都有啊。以前我介绍会去是渔船的边啊，尾仔转甲刷过。 坎卡社区为着要互偌济人熟悉在地文化，嘛甲坎丰派出所变做游客小旅行的景点。至今将已经有100年了，这个建筑物完整的保留，是社区里面的一大特色。社区结合在地文化，唔但当保留传统历史，嘛会当互在地观光的发展愈来愈好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